經書亞約12第10節按樣人講到，攏眾人嘅生命都係在上帝嘅權利裏邊，攏眾人嘅生命喺上帝嘅手中。嗱，自家嘅生命在上帝嘅手中嚟講啦，所以自家係信自家嘅上帝，在阿每隻時，嗱，在呢一個經書啊，傳道書12第1節按樣講到，記得從初你嘅上帝。當你很後生之時，咪意思呢？自家後生講到自家嘅精神很高，思想很好，心中很甜，腦勢很強，很強律，很強人，很精神，都係説自家嘅錯自家嘅上帝。嗱，為了咪跟日子越到，自家慚愧嘅日子，自家痛苦嘅日子，或者擔到平日子，唔想嘅日子了，當落安衝嘅平，自家嘅心唔甜了，自家唔有人班人説自家嘅上帝。嗱，所以咧聖經我打啲，當自家後生，當自家有力量。當自家精神説自家嘅上帝，那自家嘅上帝，你家係簽，你家係説，熱天説唔到，何在上帝嘅愛安排？嗱，佢係嚟到世間出世，變咗肉身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人係佢復活。嗱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贖自家人類嘅罪，嚟曬相信佢，就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呢一上帝自家係説死了嘅復活，唔係是熱身嘅上帝，就係在耶穌基督，説耶穌基督，就係説到咧錯天錯地嘅上帝，加入錯時間人類嘅上帝，就係耶穌基督裏面，信任耶穌基督，即係信任到錯天錯地嘅上帝。阿門。